魔教教主沉寂多年，刚一现世就要寻找圣女。黑洛堂竟然不肯交出圣女！圣女是本座独霸武林的重中之重。如今圣女下落不明，魔教是不会善罢甘休的。黑洛堂现在有我贾富贵罩着，哪个要抢圣女的，尽管放马过来吧！江湖上谁不知道，圣女的腋下纹着武林秘籍，得圣女者得天下。真的吗？假的了。我赖晓光，一个平平无奇的网文写手，正在面对着从出生以来最大的智商税考验。下面好像有个帅哥，太好了！落入美男行，这不就是完美的镇压剧情吗？这里是杨国监狱，那位传说中很闲很变态的杨王修建的。变态杨王！哦，原来我在狼族是这样一个名声。嘿 ，baby， 不知你需不需要帮忙呀？看来的肤浅女人，这福利也太刺激了！我愿意留在你身边做牛做马，请收了我吧！是狼族，不能让他祸害我们！不要再谁给他爬下来？你们不要再打了！为什么你们羊族所有人都像是要吃了我的样子？狼羊本就是天敌，反应有一点过激也是正常的。这条线就是你我今晚不可跨越的红骚。哎呀，我不小心越线了呢。现在怎么办？这故事，狼和羊是不是拿错剧本了？这些都是您出生以来结下的仇怨因果。这么多，这个是我。这个仇，让你记下来。君莫邪，为什么不能就此打住？别闹了，行不行？你不懂，这是男人间的胜负欲。哼哼，本大爷就是要来当这个天香国的 No.1。哼，君莫邪，听说你们想和我变一命。这是君家最后一根毒药了，就让它消失。程峰，你可要把我逼上绝路了。皇甫兄的棋艺大有长进，再这么下去，老夫怕是也要输给你了。话说，玄马那儿的事办得怎么样了？我又派了铁族和雪象前去支援。风花雪月不能小视，尤其是那越王和风王。越王，我曾经领教过他的能力，不过有燕兵一伙掺和，就有趣多了。
来圣贤，且寂寞，无求寂寞，寂寞无救啊！在下将先生元神炼就成笔，心不死，则诗才不灭。酒。好酒，好酒啊！大鹏飞兮，振八翼，冲天摧兮，力不济。好一管青莲笔，收！我死了吗？才不灭，言自心发，不叫天下才情付诸东流。你们跑不掉了！一念不灭。你个臭娘们，装什么清纯？来人呐，你们这青楼还要不要开了？死女人，过来！我不要！部长记性是不是？这么久了还不死心呢？给我好好伺候着！什么样的好郎君会要我这样的人？切发祝福，这花门前举，郎骑竹马来，绕窗弄青梅，同居长干里，两小无嫌财，心和长相伴，明月上窗台。看天上云儿走，走过春夏秋冬的童话，走过天地相似的年华，纤纤成结。哇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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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大道朝天，各走一边。不管走哪一边，坚持走下去就好。你逃不掉了。我叫东东，意外穿越进了游戏，变成了一只小野怪。啊！这专职神效，人家是从隔壁来见子的哟。哦。你到底是不是在骗我？喂，怎么不认识我了？这么有意思的事情，为什么要阻止呢？对我来说，同等级的人都不堪一击。就凭他，我已经立于不败之地。想回到现实世界吗？接招吧，邪冰斩！这是哪里啊？以后就跟你混了吗？没错。快走！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。
新闻，北燕市中心突发多起爆炸袭击事件。据前线记者传回的最新消息，这是反派潘洛斯对叶子墨的又一次挑衅，而我们直到听从叶子墨，依旧没能及时阻止这一幕上演。这究竟是正义与邪恶的对抗，还是纯粹的私人恩怨？我们不得而知。你终于来了，叶子墨。潘洛斯，这次一定要将你绳之以法。他们说的没错，这就是私人恩怨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会是你，凌晨？叶子墨，我要你死！这一切该结束了。我这一生不问前尘，不求来世，只轰轰烈烈，快意恩仇。历千劫万险，战百世轮回。魔应生。
的戏份个个都是神仙打架，像我们这种动画怎么可能会让人想看嘛？慌什么？只要我们融合谍战、动作、战争、科幻、爱情、悬疑这些元素进去，一定会杀出重围。你到底说不说？谍战？我？快说！动作。你们的指挥部在哪儿？战争。如果你不说的话，你就再也见不到我的副官了。科幻。你的副官跟我有毛线关系啊？好歹抓个我认识的人吧。再说这哪里科幻了？其实我从小的梦想就是想当个航天员。你到底说不说？说不说？说不说？有人来救我了。为什么死的是我呀？悬疑。再说爱情在哪儿？你漏了一个细节啊！细节？阿蛋，真有此！阿蛋，真有此！真有此！真有！阿蛋，我喜欢你。我也还你爱情。谁会在意2颗子弹的爱情啊？你这根本就是在瞎拍！我有一个想法，这才是卖点。我们的动画番剧到底要怎么办？小伙子，你在这里编故事，只会浪费时间。我说的都是事实，我真的没有持刀伤人。那个自称朋友的人，他能控制别人行凶，刘明也是被他操控的。我还亲眼看到他控制了艾玛跳桥。你为什么会在现场？我能不能帮忙联系到肖队？我要跟他解释。不是能不能。而是必须不惜一切代价，把他那台手机给我抢回来。刘民又进医院了，去问一下是哪家，我们现在过去。有味道了，感谢味道。
这是一个由人们的信赖造就英雄的世界，而获得最多信赖的英雄被誉为 X。目前 ，X 的宝座已经连续2届无人撼动，而他的真实身份也至今成谜。今年 X 如果再次被捕，那么将会打破英雄信赖值的历史记录。排位赛将决定他是否能战胜也期待其他英雄能奋起直追。This world needs heroes。这个世界需要英雄，每个人都有成为英雄的可能，每个人也都有可能是他。Hero X。吕布的理论：杀100个高手，总比杀一个鲁木来的有趣。燎原火的理论：杀一个高手，总比杀100个鲁木来的方便。这个时代，有人悬崖勒马，有人天马行空。小梦，你若换上女装，必定面绝天下。小何。飞跃城内不需要廉价的礼物。愣着干嘛？跟上啊！二姐，那我们去就回。城里那瘟疫
你送他到慈幼庄，路上可要小心。大爷的金叶子你也敢碰？你说啥？收起你那无用的同情心。生逢乱世，命如蝼蚁，想要活下去，只能拼尽全力而为。飞叶城虽百般不好，但能给我们魏家一个落脚之地。如果我没有执意跟过来，这里是天使园，我生活的地方。每天我去野湖祥虚上学。我是个瞎子，看不见身边的人们，看不见天使园的景象，也看不见文字。野湖先生说，有教无类，说的就是我们。天使园里发生过很多很多的故事。那些故事离我很远，又很近。先贤未远，有以教我。长路虽远，行则必至。祝福者警报，注意！原来你们把那边叫做虚无啊！没错，我就是由那边过来的。这样的话，麻烦你们继续协助我的调查。授意凯门现场指挥权限，全队配合作战指令。够了，不要装傻了！这么紧张，一点都不像你啊！你的弱点太明显了。别搞错了，我可不是在逃，我只是在努力寻找一个能拯救世界的勇者，一个能消除虚无的信念。所以好玩的，现在才刚刚开始。卡特兰历952年，卡特兰王国与魔王军的战争中，魔王与勇者相遇了。欢迎光临，勇者大人。哼，你就乖乖为我的成功做贡献吧。勇者大人，我会好好报答你的。今天我就要堂堂正正的了结你，受死吧，志得多芬！哎，别这么无情嘛，让我躲一下嘛。
毕了，都结束了。而王国中，一场新的变故悄然降临。这不可能！这些都是属下今天跟踪勇者时拍到的。他根本不可能一个人击败魔王。勇者大人还真是到底在想什么？他说家族的耻辱不能交给别人。欢迎回来，智德。人的一生到底什么才是至高追求？得道修仙，战无不胜，还是追求美味的最高峰？今天的晚餐就是你了。知道吗？除了身体，人的灵魂也是会受伤的。对不起，要是我们能活久一些，多陪你一些就好了。姐姐，走吧，不要在这里，快走！忘了我吧，愿你从此自由。魔女能做到的事，只有独活。要忘掉过去的事，我必须要醒来才可以。喂，魔女，下面有人类的早市，要去看看吗？好。
方寒，我看过很多所谓外星人、神秘事件的故事，都当作地摊小说，一笑了之。直到有一天，我接到一个高度危机任务。队长，什么情况？恐怖的任务，不要多问，我解释不清楚。司令部指明要你。他们定义为罗刹1号。我们现有的科技解释不清楚，来源古老。这涉及到一个叫山海界会的组织，可能在地球存在了数亿年，有点危言耸听的意思。他们说在太阳系，咱们地球有一个更普及的称呼——山海星，而现在的关键人物是姬兰溪。姬兰溪，我需要30毫米航空机炮，手持，能打穿70毫米军制钢板。你们要打什么呀？魑魅魍魉，物理超度。罗刹1号还有30分钟到达目的地，太极艇会在20分钟后率先抵达，请当地部队配合布防。
来痛苦的可不仅仅是腰带。我叫桃子，是一家饭馆的老板娘，前面就是我的店。虽然偏僻，但生意还算不错。我们的店被这家伙给封了。你再说一遍，你这家伙欠打是不是啊？早就听说怪兽小馆的人类老板娘可以做出妖界美味。古来呀，这个是。来，这么快！不动粗是不行的。你们说我也是一方神明？给我住手！要打出去打！没错，这个小馆有些奇怪，它是专门为隐藏在世间的怪兽们所开的小饭馆。欢迎来到怪兽小馆。
是否就是完美的结局？光芒开始闪耀，越为己时刻，越要保持住微笑，竭尽全力向前奔跑。沿着墙壁才能从迷宫顺利出逃。越是听从他人的教导，越是无法打破自我的囚牢。不需去相信命运的注定，你的笑像太阳，万物群起。即使笨拙的阻止我的越矩，明天也会比今天更靠近。如果害怕迷路，就听我出手。闯荡无论有多少人觉得不够，有关你我最不成熟的梦，整个一瞬永恒的时光之中。来了来了，我来了！打人是不对的，但是妖怪可不是什么好东西。那里或许有一个可以改变海妖命运的机会。哦，吃蟹的神牌位应该就在这座岛上。哎呀，给我打！部长，真是没一个靠谱的。可恶啊！连我的戏都敢抢！哎，踢死你！哎，踢死你！哎嘿，踢不到。请大家用自己全力的。还有几秒钟。敌手可不是谁都能当。我现在就想保护大家。喂，谁叫你们给我乱扎戏的？导演说视率涨了2倍耶！那就给我接着演。小甜甜，篮球和跑步可不一样。篮球不是一个人的运动，你要明白1+4肯定大于5，得让他们配合起来。真的吗？我真的可以去打篮球吗？南京，我来啦！公司的，不要看，讲的就是你。大同学少年，风华正茂。队友都消消气，大家和睦相处嘛。如果有这种人，我还是要重新考虑一下要不要加入远川了。我是哪种人啊？你可真是欠！我告诉你，搞体育在远川是行不通的。我根本就不喜欢打篮球。我看就让他留校察看吧。加油！高估了你们！想让我们认输？不可能！对手一旦用战术针对，你就不可能得分了。那怎么办啊？我觉得他说的挺对的，放弃吧，你又不适合打篮球。你还记得吗？我们约好了，长大一起周游世界。你是谁？别傻了，他都不记得了。我答应你，他时日不多，你最好低调点。万一真的醒不过来的话，
害怕就这样。我不相信。我一定会救你的。我再也不会和你分开了。我喜欢你。怎么样？你愿意替代姚玲吗？我以前想过，如果没有考上大学，没有遇到舍友，没有遇到伙伴，那我会不会成为另一个样子？从现在开始，我们就是舍友了。大学4年，请多指教。为什么非要别人喜欢你呢？就不能自己喜欢自己吗？其实有件事我犹豫了很久，在想要不要放弃算了。人与人之间不是毫无关系的。我现在可以去你那边了吗？敬请期待戏精宿舍，如约而至，与你相见。干嘛？第3季才刚完结，就要宣传第4季了。哥，这下我该怎么向家里人交代呀？一部剧只要演过第3季，就到了老人看不动、新人看不懂的时候了。趁着没过气，赶紧宣传一下。过气？婷哥放心啦，我们怎么可能过气呢？根本就还没火啊！都说我们不火是名字害的，换个名字会不会好一点？的确一下子就把设定讲清楚了，可是这也太长了。正好啊，名字越长，在 B 站越受欢迎。你这算是迷信。哎呀，不管怎么样，第4季必须整点活了。整活？那不如一完结算了。主线都还没有，哪来的番外篇啊？日常戏哪来的主线啊？所以我说完结喽。上完结没门！这么多年，你甚至不愿叫我一声父亲。哼，是吧？说吧，我们是专业的，只要你还演，不论什么要求我都会答应，除非经费不够。我就知道，身为我最骄傲的儿子，你已经抵抗住诱惑了，但……我演这一季，我想当法师。近战法师吗？现在懂，没有人比我更懂信王。
她不是我女朋友。君堂，没有表白过，也没有被表白过。君堂，但是，任君堂，难道我还有机会吗？只想要你变成我唯一，落入我陷阱，无法再逃离。巧克力来的爆，早被我泡泡糖。You're my favorite flavor tonight。又不是小孩子了，怎么牵牵手，心脏就狂跳不止呢？不如这次我主动一些，你这样的话，总是让我想使坏你。光是看背影就能认出你，我真想不顾一切跟你告白。可是，真的很想知道，非常想知道。可是想了又想，还是想不明白。傻瓜，我是想和你约会。施主，我看你命格清奇啊！什么意思啊？我到底能不能发财？来，我们看看财运亨通，血本无归。上班算了，我还是喜欢打游戏。啊，打游戏好啊！你就是我要找的人才。哎，我钱也拿了，假也休了，还不让我工作，这些都不计较了。可是我买个内增高你都比我报销，这就太过分了吧？不过分。三体人什么时候到？他们已经出发了。
几百年后的事儿，管他呢。人类科学已经宣告死亡，我们失败了。我将公布最终的面壁者名单，并宣布面壁计划正式开始。事情叫我大使就行了。以恶制恶，是我们的荣幸。为什么是我？这是一艘荣耀之舰，它见证了中国海军的成长历程。在舰上曾经服役过的官兵们，为我国的海军发展付出了自己的青春。现在，我们将陪伴他一起走完这一段航程，光荣退役。要中断，连接通讯中断，数据链中断，我们与外界完全失去了联系。大海发生了什么事情？受到攻击的不仅是16A，整个飞行中队、执行任务的舰队都遭到了打击。我们的家人、祖国，现在怎么样了？我们该怎么办？回家，带着大家一起回去。这一路上可不会顺风顺水的。还会有更坏的情况吗？
总有一日，我会让新阳元氏的唐号响彻天下。只要能为主公解决麻烦，报秦二王我也接受。杜若言誓死追随主公左右，若是不能随自己意愿，此乃天选，而非人选。老天啊，给我个男人吧！你我三人若假身不死，从此就得浪迹天涯了。一口假仁假义，便是要反。今日起，你我主公恩义已尽，生死机缘，全凭造化。我若很丑呢？你不丑，你很美。哎呀！我们要侮辱你的人格。来吧，我的人格已经洗耳恭听了。我现在是你爸。学长，暴力会让家园破灭。他说的都是真的，我一定能帮你们找到家园。这江湖有点奇怪，500年才上道的花剑派，师傅跑路又欠债，这门派只能世界未来等待，拒绝摆让你心成为沧海。且看不二周刊的存在，人生一生花相容，小刀山写上贫穷真无奈，无能刀光剑影别见怪，今日江湖头条最爱，张胆入血混内在，江湖恩义赤兔再快，借招拆朝风采孤寂在，人数不应该。蓉蓉，我正好路过花间派，顺道来求个婚。江湖救急，快帮我动作求个婚吧！拉下来。求婚100里，一次青梅竹马也会失败，我心里爱着也是种门派，努力打造不二品牌，脑洞必须要打开，口头路过别意外，来点猛料不二周刊。大批异生体来袭，向21区靠近，速度很快。多地同时出现大量异生体，一定要保护好机兵器，反要马上撤退！马上撤退！法尼亚小姐，我们技师就是为了帮助斯路德而存在的，请你相信我。我们能这么强，是因为身边的人一个一个都死了，未来他们也会一个又一个的死去。你们每一个战士都是我独一无二的宝藏，我一个也不想再失去了。英格丽长官，你看到了，即使没有你的允许，我仍然当上了斯路德。在神使的遗迹中，瑞沃真的只带出了技术，没带出什么别的东西吧？要不是总部的家伙放弃了这里，怎么会有佣兵斯路德存在？我决定要像个真正的斯路德一样，战斗到最后。前面的几位，
那就说好了，一起活下去吧。先死是小狗。异生体随时来袭，斯路德们进入备战状态。帝国的废物们，使徒潘多拉已就位。枪毙半小时，这里有神明的气息。你能把叮当送回神界吗？你也要这？也不是不行。天前，陈俊。我来找你了，有种不祥的预感。这就是修罗场吗？真可怕呀！这就对了，我们家阿俊真有福，姐姐会一直支持你的哟。收到指令，15天驱加入作战序列。下车，下车，检查。哟，东方人呢？是。东方女人太脏，我们不要。南方来了姑娘就是不一样，要风度不要温度。卖酒你不跟我库尔曼商量，这事行吗？干嘛呀？抽税呢还是拿人呢？知道这是谁的车吗？这是咱们东邦贺江的车。不要以为你打翻几个幼老就搞不清楚自己是谁。你头上的赏金封顶了也就1000万，那我唐家荣的身价至少有几个亿呀！我就他妈奇怪了，总有些人以为自己高人一等，说起话来天都是他家的。你对钱感兴趣吗？不感兴趣。到目前为止，野虎已经战胜了12个。
沙南码头找贺江，该讨的讨，该赔的赔。渺小世界，光在黑暗闪烁，伸手触摸梦境中的火，看半生缠绕荆棘的我，痛与泪却不怯懦。Cause you got everything， 是全新的我，固执的勇气，天性即正义。Cause you got everything， 捍卫生命与荣誉，将自己燃烧殆尽。Cause you got everything， 是全新的我，固执的勇气，天性即正义。Cause you got everything， 向着光明前进，将自己燃烧殆尽。玉秀，你快来看，我钓了条好大好大的鱼，到时候带给你娘做见面礼。这个礼物我可不敢保证她会满意哦。哇，那老头真是麻烦，想要说又不明说，是在打哑谜吗？直接来敲碎它吧！不可！难道说他是？也许是。都说行走江湖靠的是朋友，但我这一路杀来，放眼望去，只见敌人，没有朋友。
您呀，身为咱们集团的副总裁，为了您的个人形象，这次可别再迟到了。有人布置了这场大型幻术，不，训练梦剑阁，还是说整个元魂大陆才是一场梦呢？解锁任务加载中，全局通信权限行数据解锁，确认码您已激活蜃楼计划。世界将重新洗白，洗成你我均无法预测的样子。这是一个公平的赌局，为什么要逃？再见。点了 yes 就等于接受了他的要求。你们现在已经跟现实世界没什么关系了。菜鸟们开始吧，要么活，要么痛快的去死。欢迎进入无限世界。